下日礼拜日就是5月节嘞，今日早上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是闹热真正呢。一头家长都带领小朋友来读教育化妆，韩国体验安样的努力耶。大部也都体验发通，唔但像识得到也是节长辈识的东西哦，没韩卡了解5月节是样的乐耶。 干过大多位水饺公园，后多冲毕业用的，再个干插好的料冰落去。阿爸妹唐人公家体，再个同新年的听干中的歌好，也一款一款的水饺工作，轨道都是现场民众头一摆吃座位。爸爸就是帮我把它折起来，还有把它弄起来，我把饭放进去。那你觉得包粽子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主要就是让他有参与感，然后他做对的地方，我们就肯定他，然后再帮他修饰一下。野姜花的叶子很容易破，因为它是新鲜的，它是翠绿的，你只要一用力，它就破掉了，破掉就不好包了，包起来也不漂亮。我们腌盐巴的效用是什么？去色。 对苗栗南中送来在下多位礼耶，工作人员建议路过边做鬼好食。 神鸟的口感，像个轨道民众，我来体验用来做。你有趣啊，对啊，它不只是说只是买了之后可以吃，它可以自己去体验。大埔文化单位的发通，伫都市都好美感受味道，过节的闹热气氛。韩国大埔亲自向下来体验发通，了解5月节的传统文化。客家新闻台客上陈心怡特别报道。